今日咧介紹呢一幅畫，大家應該都見過啦。佢中文名叫《吶喊》，英文名係 Scream， 係由一個挪威嘅畫家，佢個名叫做 Edvard Munch。大家有冇試過咧行喺街上面咧，突然之間覺得好似個世界好嘈咁樣？唔係人聲喎，而係咧好似個自然界喺你周邊咧喺度尖叫咁樣。Edvard Munch咧就喺呢一個咁樣嘅形容之下咧，就創造咗吶喊。Munch 咧，其實佢長期咧都受到焦慮啦、憂鬱啦、有幻聽啦同埋孤獨感嘅影響。咁所以咧喺1892年咧，呢一位畫家喺黃昏嘅時候就行過一條橋喎，佢就望住咗個天空咧係血紅色嘅，突然之間咧感到一陣咧好強烈嘅恐懼，於是咧佢就寫低啦。佢話佢咧感覺到咧周邊嘅自然界咧喺度尖叫。吶喊呢一幅畫咧就喺佢將呢一個情緒咧就畫咗出嚟。佢話咧，我企喺個橋上邊個太陽落緊山，天空咧就變成血紅色，我感覺到個自然界好似喺度尖叫於是我就畫咗呢一幅畫啦。但係你又知唔知畫中嗰個人其實唔係喺度尖叫喎，佢係聽到尖叫，然後咧驚到唔識反應喎。個畫面入面咧，天空好似火燒咁紅，有啲學者咧就話啦，可能係因為1883年火山爆發啦，所以令到咧全球嘅天空咧都變晒紅色。Munch 咧就親眼見過啦，而咧畫中嗰個人物個樣咧，可能甚至係參考印加木乃伊嘅樣嚟畫嘅。咁當然個公仔呢個人物就性別有啲模糊，亦都咧暗示代表咧可能係想講呢個人類共同嘅焦慮。最神秘咧就係喺畫嘅左上角咧有一句鉛筆字嘅，嗰句鉛筆字咧就寫只能夠由瘋子畫出，即係話咧呢幅畫咧只能夠係由一個瘋狂嘅人嚟畫出。以前呢啲人咧以為係塗鴉啦，但係後來咧證實咧係Munch本身自己寫嘅，可能係佢回應外界對佢精神狀態嘅一種批評。不過嗰句神秘嘅文字咧，確實咧都係透過紅外線咧掃描呢個藝術，先至咧可以辨認到出嚟嘅。而且咧亦都證明咧嗰個係真正係阿Munch自己本身親筆所寫嘅。嗰句話咧只能由瘋子畫出咧，呢一句說話咧好可能係佢阿Munch對社會嘅回應啦。因為咧佢一生咧都受住精神嘅困擾佢屋企人咧有憂鬱症啦、精神病啦，佢自己亦都曾經係住過精神病院，所以呢一句說話咧，我覺得係唔係自嘲嘅，可能係一種控訴。控訴呢個社會對情緒病嘅誤解亦可能係佢想話俾人知，真正感受到痛苦嘅人咧，先要畫得出咁深層嘅情緒。